来看花莲自中话一家有受刑人向媒体投诉讲针对受刑人做膝头提拨的公益金回馈比例求水咯。伊嘛不满讲甘肃有人为着要铺顶丝，叫原住民的受刑人跳舞是真无尊重。 依照法务部外的监管的规定，外监受刑人会当依照专长做家家安排工作，毋过收入所得扣除成本了后，会依照比例分配予受刑人做公益金。毋过受刑人煞不满公益金求水，去年还阁有差不多200块的礼品，今年煞敢若2个20块的往来数。在公益金里面，我们还有营拨其他的，譬如说我们买纪念品，另外是我们资助我们邻近需要资助的一些乡里。 像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光复，兴旺爱。家家是讲公益金三大节日拢会买物资予受刑人，毋过受刑人佫讲，家家为着巴结长官，佫成立原住民舞蹈社团，互有原住民身份的受刑人跳舞予长官看。本来就是为了希望有多元的这个文康社团，让同学有多一点的选择，不是只有我们监所，像花监啦，像。 台东也都有这样的社团。长期服务矫正机关甲受刑人权益的律师是讲，法务部最近正重视家家的人权，除了家家内部有申诉制度，外口原来有申诉管道。他现在各个监所都设有外部视察委员。 如果这些受刑人被告，他们对于监所的这个管理上有一些疑义或者是权益上的侵害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向视察委员投诉。 部分民众认为外监最近争议真济，甚至发生脱逃的事件。对这代志，自强外意是讲，会用这样令来管理半家禁到底，都是为了让受刑人会当良早适应社会生活。记者综合报道。